一起嚟看看皮膚清潔前後對比吧。呢係清潔前，我哋使用高清可視化級別嘅操作畫面，可以看到有好多嘅黑頭和白頭瑕。小姐姐正在通過可視畫面查看清潔效果。一起嚟看看清潔效果吧。明顯看到清潔後皮膚變得有光澤了，毛孔也縮小了，所以說定期嘅皮膚清潔還是好有必要嘅。開業優惠單次360水雕深層清潔只需100港幣就能把黑頭粉刺清潔嘅乾乾淨淨，咁樣皮膚才會越來越靚喎。趕快預約起嚟吧。